既然講到咧 NVIDIA，大家都知嘛，王英權佢係台灣人，台南出世，然後喺美國係為他嘅執行長嚇。記到2024年家下嚇，因為聽到人工智慧嘅浪潮對啦 GPU 嘅需求增加咧，啲係為他超過微軟嚇，變做係全世界嚇價值最高嘅公司。好，王英權咩變做係全世界排名第10名嘅有錢人嚇。不過對台灣最大影響係乜嘅？非他結講哦，按算啲5年以內會設立研發中心，韓國會聘價錢3嘅工程師，可能會喺台北、台南、高雄咧30位數、20位數，嚇過來會留台積電係來展開和咱密切嘅合作，估數大家可能3年就做得來期待了。研發中心，研發中心，來睇下南市演講。研發中心，研發中心，研發中心。台灣有當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台灣有幾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？台灣有幾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？台灣有很多人工智慧的研發中心。稍等，來看一下機器教學。來每人家下咧用慢一隻詞，日本台詞。每人家下就對問乜啥乜啥，乜人乜人，誰什麼人，乜啥會用一台機器？誰會用這台機器？問事情，問東西，做在講乜嘅？乜嘅？什麼？乜嘅很多人工智慧？什麼叫做人工智慧？問所在家下就做在講乜嘅位所？乜嘅位所？乜嘅所在？乜嘅所在？什麼地方？乜嘅位所有當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乜嘅位所有幾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？乜嘅位所有幾多人工智慧嘅研發中心？什麼地方有很多人工智慧的研發中心？好，下一段大家傾下來，大家傾下來討論就係人工智慧優點、缺點，還有哪啲抗起來嘅問題了。